搬新屋嘅時候，千祈唔好講啲咩屋企嘅窗唔好啊，個床擺得唔好啊，露台唔好啊咁嘅說話，因為咧禍從口出，好容易影響運勢嘅。屋企個魚缸唔想要咗，唔好送俾人，有可能咧會將財運都送走嘅。出差或者去旅行住酒店嘅時候咧，入門口前一定要先敲敲個門。覺得自己情緒低落嘅時候咧，就大掃除一次，清理下霉運。壓力大、負能量多嘅時候咧，搵棵大樹抱幾分鐘，增強下能量。唔好成日插手理人哋嘅事，唔好主動去介入人哋嘅因果，因為眾生皆苦，唯有自度，福身無量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業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的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業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業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